第二個範疇就係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就第三項重點議題係提出咗特區政府認為可以考慮嘅方向。一就係立法會議席嘅數目，我哋認為係可以考慮將立法會議席嘅數目由60席增加到70席，嚟擴大參政嘅機會，亦都能夠配合立法會實際工作上嘅需要。第二就係功能界別嘅選民基礎，按照人大常委會嘅決定，2012年立法會功能界別同埋分區直選議員各佔半數嘅比例係維持不變。換言之，新增嗰10個議席會有5個議席係會分配俾功能界別，呢5個議席以及現有嘅1個區議會嘅議席係可以考慮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亦即係委任區議員不參與互選。